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的。讲到美浓，大家会面到乜嘅呢？除了有强强嘅风景、好食嘅板条，还有我最好嘅水果，就係個酸甜，連皮凍肉都做得出嘅鳳龍果哦。聽講喺美濃有一個種鳳龍果千里海阿哥，其他鳳龍果都帶離開體內呢。我哋今日呢真歡喜邀請到美濃安康米之農嘅園主林志良阿良來到現場分享佢嘅故事，我哋夾夾來歡迎佢。歡迎阿良。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美濃嘅主體林志良，第也是個歡喜同大家分享我自家嘅故事。阿良歡迎。頭到我有講到講，有種嘅鳳龍果聽講千里海，我園嘅地位係搶種鳳龍果嗎？我一開始就種鳳龍果，後來讓慢慢的讓加個西落皮咧，就你講嘅白玉蘿蔔，還有再來鳳梨嘛種過，還有個木瓜，最後去年讓種百香果。安尼雙方來青島種呢？不過聽講種嘅鳳龍果也就農產品千里海，都帶離開體內，而家園嘅其實體內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嘛？好。一開始就想我還蠻種的，一開始種的時節啦。就我想我種一個磨砂肉嘅。磨砂肉嘅，按你雙方來係我哋講嘅無毒嘅無毒嘅嘛？酸又酸無毒。按你種無毒應該雙方來一多年嚟啊？做一個農業嘅時間。我種都也差唔多5年嚟啦。我無毒嘅差唔多2年半左右。因為前半年還唔曉得，就我冇經驗咧，反正嘅教科書用嚟講，就只有按嚟做。我改英國會撒藥嘅，時節就撒藥嘅。也下2年咧，咁樣過咗要種有機啊咧。不過按嚟談方嚟講，唔係萬世都係種田咧。之前係做乜嘅呀？我讀書迄個吼。因為盧卡就經濟嘅問題咩，所以我就去做士官，做到喪失5年安尼，樣退伍。後來我就去高雄嘅公司去上班。特別一開始做個 IT 嘅工作。IT 安尼算工程師安尼？嘛算啦，就因為我以前讀個資訊嘅咩。後來樣調去台六嗰邊，去工廠方。安尼算可能都太了時間一長呀。2間公司加起來時間差唔多6年啦。哇！喺當年之前5年，喺嗰邊6年咧，安尼算可能也挺長一段時間。做乜嘅睇個好，我想到我過來做一個農業嘅事業咧。因為我阿媽過身以後，後來有我阿公過身。盧卡嘅。無個同體內吼，就冇人哋照顧嘅咩。後來我爸講因為時從提太了還有盧卡這個就伊講安尼冇辦法啦。所以講我冇就會退休嘅就出家過來安尼。嗰種你爸爸同中央也太了。後來提中央公司安尼。所以我交接差唔多半年啦。我嗰片交接迄個我就樣過來。交接時間我又過來。台灣係咪天數強下先做一下整理個初步嘅規劃咧？如果嗰時候佢先過來，佢可以先處理前面嘅事情，後尾時間咱過來用個人強下來做一個農業。安尼過來時間，你一開始都想到我來做一個摩托嘅農業嗎？應該唔係吧？一開始就我嘅初心啦。就我同阿爸講過來種嘅時間嗬。我有一個要求就講我要種磨砂肉嘅。因為我以前喺台六我可能有2個原因啦。比較近期嘅就講我喺台六嘅時間，我可能給煮飯嘅阿姨以前買蔬果啦，菇類愛去啲洗，感覺幾麻煩。我自己買一天是一個槍咩？但是我要談公司嘅員工伊講園田盧卡種嘅菜
伊要买本人的盐一敢唔敢食？因为这个沙药嘅沙得多，沙得多嘅唔敢食啦。啊，你还买哦？哎，所以讲来讲，安尼，我烫迄轮嘛感觉唔免过好。就讲我一家久来，若是爱种嘅是一项爱听嘅，无爱同迄种烦恼吼，我大部分爱忍下。讲我希望我种出嘅东西本身它是就够安全。研究唔是讲还有农药嘅问题要考虑啊。所以讲这就爱最主要一块是种嘅初心就安尼。哇，但是为了自家嘅身体，也为了大家嘅身体，也个用心规好呢。阿亮除了毛土，我听讲后尾还有做个有机嘅部分，怎么个一开始做毛土，后尾转做个有机咯？因为我差不多2年人以前哈。我有一次体验农民学院上课，我有读到伊个种茉莉果里的前辈，伊有出个神农奖哦，伊个前辈嘛够厉害。我伫聊天的时间哈，伊就讲我种毛土个哈，讲实在个实开啦。因为我迄种毛土个同有机吼，就差一些些咧。为嘛个自家去专做有机的，去做认证。安尼七家以后的通路嘛，个发啦。有伊个认证吼，公司在政府同保障啊，有做一个保证啦。伊那是嘛个奉骗。嗰个糖红咧，毛土同有机的部分其实共差唔多，只是差别係讲有机的还有认证咧。还有咧就皮料。皮料，皮料就一定要用有机皮啊。一定要用有机皮。嗰种唔通嘅阿哥嘅建议之后，就义无反顾，中庸出身之徒不会腐，就转做有机。有考虑一下啦。后来拄好有读到个农委会百大青农嘅甄选咩。所以其实嘛同样一条列进去，讲转做有机安尼。所以后来有百大青农有认可以后。就一天更是要去做一块啦。那个阿亮，头先有讲到百大青农啊，百大青农迄自家去登记去做一个百大青农的计算比赛吗？伊去甄选的部分。伊甄选，伊就选讲全台湾有感觉讲。未来发展性够有诶，伊某一天讲一定会一下就够厉害诶。但是讲伊感觉有个理念 OK，未来发展性嘛 OK，所以就有可能就讲会甄选成功。伊会经过初步的面试，还有个计划，后来还有农委会后端审核，所以就好几个关卡啦。嗰种从事农业之后，差不多1个月时间，去申请甄选一个百大青农差不多个时间6年人以前。哇，6年人，亲拼呢，咱规下来种2年人，如这个去报名一个百大青农，迄唔系这个也摸索了一段时间啦。因为。讲在就讲一开始种嘛算有够好的开始啦。一开始种的风凉果品质还算可以啦。所以好的开始没所以就本自家个心情安尼。所以你种一个风凉果，除了自己摸索，有去上课嘛？有上课嘛？个课因为像有机啦、毛土那种有青岛课程可以上嘛？你都挺耐上啊？一开始俺们就先对伊的。一个风凉果本身的特性可以是好咩？一开始就去有一个多农会有一个当天一天的做这种讲习啦。我先对这边开始好，还有去高雄农改场，还有个凤山热带园艺试验所。伫高雄个旁边也两个地方有个群。都同我哋高雄一片。尤其凤山热带园艺试验所伊专门有咧刘碧娟研究员，伊就专门研究个风凉果的。所以一开始也想有去请伊安尼。拄有个贵人同天使安尼。我感谢伊啦。实在冇简单的。不过这个摸索因为之前没好农业的嘛，几来的时间这个去上过自己摸索，应该拄到很多的困难。挑战一定会，因为书本上搞他是教你差不多6场到7场啦。剩的会考一个名。就一次种的感觉同书上搞又无强的是又会满年安尼。
所以慢慢都是有一次，就是农民学院，伊高雄改良场给别人送那种热带果树班吼。嗰时间嗰创啦，嗰差唔多有1年时间。有搞几道嗰种，譬如讲莲雾还有反酸呢，还有lap牌的那种，嗰凤梨嘛有，嗰道红水果啦，反正热带果树嘅全部都有啦。虽然讲搞嘅冇咩讲全部就风凉过，但是其他东西触类旁通。最主要你可以认识几道嘅研究员，又有搞土壤的，又有搞肥培的，又有病虫害的，还有一种专门作物的研究员。所以就每拜上课嘅时间，每日就会请到几位就向要问嘅老师你印象最深的个困难有多多吗？给忙举一个例子呢？谈过那，譬如讲个风凉过以前一开始种还算有人慢慢规划是啦。但是读到最大问题就每一年一定会读到落雨梅，梅雨季，每拜梅雨季一落下去，整个园子就有切伤会疏松，疏松差不多半年就冇乜嘅成善啦。哇，唐风里面咧红样都有其他困难的部分，而家地尾嘅青岛，我能看唔出来，个血汗的部分，清辛苦的部分哇，观众朋友，你用为到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讲自家生产的东西可以细细落来食，为到大家的健康，佮过用心来做一个有机农业。等下呢，还有更多精彩故事，休息一下，我哋马上过来哦。上一趟讲到阿良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结果用心的过来做个有机的农业，也读到几多辛苦的地方也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到底地尾还有乜嘅精彩故事呢？我哋继续来请教阿良咯。阿良，头先有讲到嘛，做个百大青农之后，更加确定会行一条嘅有机农业之路，错冇？错。行一条路地尾有读到乜嘅？应该按你讲。可以叶皮料的时间，同个病虫害防治有机同其他农作物的方式都冇共用嘛？你可以同人介绍一下讲，从叶皮料有乜嘅特别的地方嘛？会注意的地方？体重因为就将可以用有机皮，所以讲有机皮，它不要用几多嗰种粉状肥。因为粉呢？因为粉呢，伊嗰种就整是就只有传统的方式做堆肥发酵。伊地肚里几多的好菌所以就压体内地肚里对体内的嗰种菌相会更好。体内就有用嗰种自家做的易肥。地肚里咧，有时会用挑骨嗰种蚯蚓粪肥。蚯蚓粪肥，蚯蚓粪肥嗰种，伊地肚里嘛几多几好的嗰种菌，就对填自家出来嗰种菌所以就自家做一个菌母，去到地肚里的发酵。冇有时嘛会用嗰种市售，嗰种就讲政府有认可的，比如讲木霉菌冇就伊娃淀粉芽孢杆菌等等嗰种阿良，头先有讲到用蚯蚓的屎来做有机肥，做冇？记得其他吃没个暗示意思嘛？主要就喺地肚里的菌伊地肚里的菌相就讲不新鲜咧，冇走迄个，地肚里的菌相做菌母，样另外再加其他的一种，譬如讲挑粪米糠还有加安多梧桐的同咩的等等牛奶粉例如一种加下去，要加蚯蚓粪便进去地肚里就讲会过好的菌相将会出现有这个血清几多蚯蚓讲？不是，因为你本身落几多有机皮的时间，你体内本身就活性就会好，跳骨就过好地肚里，青菜叶地肚里就几多跳骨的体验。哇，迄唔係用有创意的方式，让我得到个百大青农。冇，嘛伫做实验因为起因就讲以前你泰国有那个阮做叫做 KKF 嗰种农法，伊个目标就讲去散蛋糕，伊个嗰种腐殖土，
哦，跟有清皮的这种腐殖土的部分。因为伊这种就讲啊，有这种过好的菌啊，菌相伫肚里，够原始的，啊，样带啊平地啊，这样不伊来去做发酵。啊，我就讲啊，严格这时间伊嘛讲哦，蚯蚓粪嘛，应该嘛是不错的选择。那是讲啊，如果我不去山上。后来嘛可以应该去个田去做蚯蚓粪便，因为蚯蚓本身应该生下来田去个本身的有机质嘛，伊就最了解讲啊最适合俺们体内的方式。哦，原来安尼。不过安尼糖方来讲，有机的部分呢，也皮料也总都请注意嘛。安尼偏从海部分哦，有特别照顾嘛？偏从海公司在就讲啊，有机可以做的病虫害防治的那种资产玫瑰豆，选起来200束就选起来，甚至某多200束啊。安尼每次有机选好了，安尼几辛苦呢？随便啊讲啊，伊个效果玫瑰好，就可给人工，个多吃安尼去做，还有个做唔会讲啊讲，看到问题的吼。让有人让来补，这种效果就无安好嘅。安尼你爸爸过来同乡下来做一个农业吧？爸爸有同意见无共用的时间无？我哋选起来选2个人吼，佢就无接受迄种嘅吼。我选2个一种拍子啦。哦，2个人拄好共用都无乜嘅经验。所以讲啊，研究员啊，还有一些前辈，讲啊用来做，安尼可以转换做个片啊，可以有机可以用，样法，就这样来做安尼。啊，无像有的吼，演的农2代、无农3代吼，演爸爸、无阿公啊，一次的就做一种传统的方式咯。啊，演若是讲啊，演后上个古代时节，我用一种。个独讲的方式啦，也一定会有意见的啊。由于讲啊，按多讲，效果又无一定按好，成本又按高，为了做嘛嘅，我做一种方式咯，安尼就讲冇一个问题啦。哦，安尼算几好呢？因为我谈过的部分啊，有真多故事咧讲，卢卡本上都喺耕田呢，这个后上嘅过来之后要做一个有机嘛，今年都会潮湿，为什么？因为今年爸爸妈妈啦，也係講阿公以前做嘅唔係用有機嘅部分，用啥嘅意見都無相同，做一下兩個都係有嘅會炒風來嘅，安尼生活嚟幾好呢吼，用溝通嘅方式都冇乜嘅問題。難免會有一些意見冇共用嘅地方啦，但是嗰種就算起來講比較細項嘅問題，佢嘛咩大不了嘅啊，所以溝通一下就好嘅。哦，安尼通安尼講啦，最頭下時間係種嘅鳳龍果開始嘅嘛，咁啊，佢古來我想到一開始攞嚟種有嘅鳳龍果咧。一開始我好似鳳龍果啊。同人講講好似鳳龍果，因為有嘅人員都古來都先到有嘅鳳龍果嘛。係，因為其他啲成日嘛，我會買鳳龍果嚟食，但是睇到嗰邊幾時間買，佢就搶拍攝咧，佢唔到鳳色咧，鳳色我以前係買唔掂，我喺古來台灣時人比較有鳳色咧，只是講啊，後來為乜嘅我又冇先拍攝咧，選鳳色咧，就講啊，睇咧拍攝咧吼。伊就搶伊個品種，就越南嗰邊來嘅越南白肉種。伊個產季較短，伊個口感比較迄個就較無咁甜啦，較無按到米是唔會按嚟酸甜嘅米是按。伊就甜度較無按高安尼。所以比較起來講，鳳色咧較有競爭力。鳳色咧除了南美洲伊個祖先以外，其他地方嘛較少。嗰個台灣嚟講，鳳色咧係搶台灣一片角度，唔可以嘅對美洲嗰片進口嘅人。只講啊，慢慢嚟睇到嗰片嘛有嘅啦，因為嘛嗰度我哋台灣一片過去海南啊，去廣西嗰片去種啦。唔會講嘅睇到嗰片嘅人種好來會有市場嘅競爭也咁顧慮。難免咯，所以講啊，自己會提升自己嘅一種產品嘅特殊性。你講頭都有講嘅，鳳龍果有品種嘅差別嘛？種嘅係哪種品種嘅呀？我種嘅係貴州嘅，嗰種就芙蓉同玉蓮。一個嘛同嘅品種，伊咧劉阿姨嗰邊拿過來嘅。鳳龍果種下去，佢係用乜嘅方式？因為之前有做農嘅感覺有談過，我先
种个用诶，就会种的有苗了，然后来种啊。凤龙果有冇可以用吗？凤龙果不是，凤龙果也是用扦插的方式，就拿这种枝条直接种，因为安尼样可以保有讲伊一种母系一种的特性啊，果唔会走起来。买个今日个枝条过来啊，插去哪个地方二号的吗？嘿，凤龙果算起来算过好种，啊，但是唔会种的好就会个发过多高。同黄梨嘛差唔多。黄梨嘛就讲啊，你挑几片，伊嘛过好，伊自家会生。啊，但是讲啊，会生到好色，你就会发现是伊照顾。安尼种下去都可以熟成，可以久的时间啦。第一年就可以熟诶，但是个量唔总唔得不会大过多个。像一时时嘞，就比如讲自家是可能个米线用诶，无就分一时分亲戚朋友安尼。因为算起来第一年伊还太小上啊，直接安尼一摧残，伊对以后的发展袂过好。所以讲啊，真是我有18位量起来，第一年这样开始。第一年做有机的部分，有熟成啊，因为我常讲做青豆有机的有冇，第一年全部都冇，因为拢本结虫的时间。凤龙果相对来讲病虫害过少一些啦，还有自家本身能控制过相对过好，所以讲啊病虫害唔会讲过多。但是我嘛谈过嘛有人过多严重下伊个蘑菇多啊，伊是关键的时刻蘑菇多，所以变啊伊过多就病害就过多。譬如讲啊红龙果过虫困多就溃疡病，这种过快处理，这种用个嘛无一定处理的枪佢唔是讲啊用有机的方式，所以讲啊挑选蘑菇都好，后来就过多麻烦。因为嘛有其他的农药跟挑选就蘑菇好，所以讲啊个溃疡病的问题如果麻烦，伊多一下还蛮办法根治。因为青蒿是凤龙果嘛，我面都讲，凤龙果迄一年全部都看得到的水果嘛，它是一年到头都有的。真是来讲，伊的产季就讲啊夏季同秋季。你的天同秋天当有诶。做嘛跟我看得到讲。几年的都可能，它有个种面都出来市场地方，我看得到一些其他嘅凤龙果呢。有的可能就变过诶，就保存起来。天意中就讲啊产季调节。产季调节，点样来做一个产季调节呢？凤龙果相对来讲较安全的，就讲啊，我哋台湾做的产季调节只有天火就可以诶。只有天火。嗰时候我有看到嗰种盐的地方有。打个天火，清功法安布条的时间，我觉得佢喺度做安布条有某个事情，去做那打天火，然后去做产季调节。我不会做啦。比如讲啊，有个时间，因为伊要看日头的时间，他是讲啊，朝冇多11点钟，就会补2点钟，有个时间补4点钟安尼。有个产季同其他品质有关系吗？产季的时间产调节伊个果会过大，但是由于若是讲啊，读到过寒年的时间可能18会过顺一些些啦。过顺，冬天的时间会过顺一些些。顺面会过重。你买的时间会买秋天同冬天的个好吗？公司在我自家来讲感觉就最合适的就秋季果最合适。秋季果用来讲的，因为个时间唔会。安热，天气个落雨嘛唔会安多，所以讲啊，伊个生长环境啊，个温天，对伊个讲光合作用的代谢效果嘛过好。嗰种我鲜日个凤龙果的时间，最好都当季的都秋天的个好。秋天的时候过好，卡秋的时间，有的时间可能就过细粒，因为落雨嘛过多，所以偏海嘛可能会过多。哇！观众朋友听到的冇？先给凤龙果，我先给秋天出来的南好食哦。听讲等下阿亮还有其他的法通，我同我们介绍。休息一下，佢哋马上过来哦。头头呢，阿亮有介绍讲，其他有机的农业係用嚟做农业嚟维持，还有呢，其他凤龙果係用嚟种嘅。今家我哋来请教阿亮，
佢到底除了種入到農產品之外，底部還有乜嘅神奇嘅發動吧？阿亮，頭頭啊有講到種入到農產品嘛，我哋下講唔一樣嘅底部除了種入到農產品，還有其他親戚配嘅發動，你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冇？哦，我有種西羅配嘅時間，只要講時間 OK，種出來係嘛 OK，我會有請我哋嘅人客。到我哋嘅西羅配嘅片對幫羅配啦。哦，你開放我哋更加講嘅農事體驗嘅部分，請大家嚟幫嘅羅配咧。係，就提嚟講來體驗咧，體驗嘛可以先回饋本人客啦。第三咧嘛可以交流，大家交流下感情嘛咧。哦，就像我哋更加所講嘅食農教嘅部分，有個概念喺底部嘛。係，因為嘛我同人介紹講我哋咧。環境用嘅，羅配咧用嚟種出來嘅，還有鳳梨果嘛，還有其他作物嘛，我介紹一下。除了嘅羅配咧之外啊，鳳梨果有開放一種農事體驗嘛？嘛有差不多2年人以前2年嘅時間啦。嗰時間有一個單位嚟請我，我們有可以同人配合做一種採果嘅體驗喎。想想蠻好啊，蠻可以啊。雖然講我哋係生產型嘅啦，有機會嘅時間，同人介紹蠻可以。只要人數唔係過多，我冇辦法接待以外啦，還可以同人介紹嘅。除了羅配咧啦，鳳梨果一攀一條體驗發動地區，有到乜嘅個神奇嘅冇？像我有聽過，因為我有朋友喺種一個鳳梨果嘛，佢哋講起摘嘅鳳梨果嘅時間。有啲人唔知啊，講愛帶嘅樹立嘅，幫佢觸到，因為佢哋覺得鳳梨果就像平常人哋食得嘅水果，冇聞到佢係個仙人掌，佢有莖有個刺，有冇？人有地方有發生過乜嘅幫人印象過深嘅故事嗎？嗰種樹立嘅嗬，一定會帶啦。因為我就講我冇帶嗬，呢啲人唔會插到嘅時間就啲。係啊，我哋都有聽過安尼，幫佢插到啊，佢都強到嘅。係啊，還有個有印象嘅過程咧，就講因為我哋接推人係唔過多，就講我一次冇辦法接過多人，差唔多控制喺400人以內。他個人因為人數有控制，所以我就同人介紹還有活動嘅時間就講會講過多啦。人感覺蠻過特別，所以講對以後我哋來往還有聯絡就會過頻重過頻繁。雖然講唔能開放一個人數嗰時候，有全部都喺台灣採體嘅人嘛，又係講有國外嘅旅客啦。有國外嘛會多會來問。係哦，今年用嘅第一講有開放，今年即個。因為我哋同嘅觀光局嘛有合作。係哦，你有接待過哪條國家嘅銀行呢？大部分過多就香港嗰邊，還有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咧嘛有，過幾年咧可能有問有啲韓國團啦。由於從日本還有韓國嗰邊咧，可能就有導遊，因為有導遊帶輪，你就過冇語言嘅問題啦。你今年到5嘅人嘅地方工作嘅時間開放一種體驗啦，今年又冇看過一種水果，又冇看過一種農產品，有發生過乜嘅奇妙嘅事情？唔曉得咋，用嚟講。由於冇看過咩，包像鳳梨果，還有木瓜嘛，共用，就一啲看講，唔看咧，我唔曉得怎麼咯，我唔曉得，就一個搞演安尼。我覺得佢哋冇看過嘛，佢哋想講也個用嘅就可能拿用樹，也用剪刀唔啲，就唔曉得啦。唔個搞演嘅，頭頭有講有鳳梨果，有羅配咧，有講到嘅木瓜。係唔係唔帶到也現場嘅一條，所以人哋地方共用有種嘅。木瓜。可能介紹一下嘛？因為一個木瓜講實在做有機有個困難啦。用嚟講。因為木瓜病蟲有個多。錯，係啊，就等一下嘅木瓜都全部冇嘅咧。以生命力來講嘛果冇像鳳梨果咁強。所以講有機嘅木瓜市面上講實在唔係。
有啦，但是没过多啦。按人腌的地方呢，有个种的面积个太发嘛，有个多一些嘛。也哈木瓜嘛，种啊过多。木瓜种啊加起来可能有更难的啦。哦，也真多呢。虽然讲啊油的唔係有機的，因為佢天然冇辦法做有機的驗證，係冇辦法啦。唔過也算係木頭嘅嘛，冇沙藥嘅嗰條。哦，百香果呢？百香果估起來應該個簡單吧？百香果係啲摸索哩。懂啦。因為百香果9年嚟樣種嘅吼，我感覺伊嘅生命力有更強水一些。因為我佢用嘛是冇啥藥嘅咩，所以有時嘅落下來吼，伊就看到伊可能就有偏嘅，還是講啊根系發展有問題嘅，你就看到伊嘅葉尾就黃黃嘅吼，你就冇辦法救伊啦。係啊。你講，他唔記得講人驗嘅地方嘅產品安好啊，我問到講，唔想到講用嘅驗嘅地方嘅農產品啊，做一啲加工冇？加工我有啲試驗啦，但是我感覺品質還沒幾好，所以講我還蠻真實的一樣推出來。有一咧就講啊。松柏做還可以嘅，就請嚟咧太叔嘅，嘛佢用高雄新農嘅，人盧卡做60年嘅一種病嘅，做病咧，所以我拿鳳龍果去同伊請伊同伊做一種病出來。唔過加工嘅時節，佢嘅營養會唔會有流失嘅部分？像我哋而家講，鳳龍果輕營養，佢連皮都用都可以食。唔可以同人介紹佢講，鳳龍果都係佢。哪隻嘅個營養？鳳龍果伊嘅營養吼，最大嘅部分就講伊有分白肉同黃色嘅黃肉嘅兩種嘛。兩種。白肉吼，伊就講啊，嘅衛福部啊，人哋嘅發現是講啊，膳食纖維較高一些啦。有嘅便秘嘅部分可以食白肉嘅較好。伊是安尼講，但是公司在我一個經驗我感覺吼，咱哋去送變數嘅時節吼，黃色嘅效果較好呢。黃色嘅最大就講個粉紅嘅，就講啊，伊變數看到嘅吼，或者個黃色嘅就講啊甜菜根色素。甜菜根唔係花青素嗰種嘅。花青素佔比歸少啦，大部分真是大部分就是甜菜根色素。有種粉紅嘅甜菜根。你就講啊，蘿蔔還有那種作物呢，就講啊甜菜根。國外種啊幾多嗰種甜菜根，嗰種色素可以共用嘅。也嗰種色素最大部分就講啊抗氧化。抗氧化。所以講啊，對身體嗰種老化啦，或者消除自由基嗰種啊，效果嘛幾好。最大啲也是。還有講啊，黃色的啊。我食嚟去片數吼，感覺個酸安尼，比白色還個酸，所以我嘛搞唔清楚為嘛嘅會安尼。因為我聽講係講鳳龍果有種鳳龍果啦，佢個涼一些，嗰種可能對於我哋腸胃部分，佢可能有個刺激嘅效果安尼嘛。因為講實在啊，因為亞哈人啊，食用吼，還是食過多啦，冇外食族啊，因為食到一種搶出嘅蔬果，真是幾比冇安多。所以比較起來，若是講啊，明年有食一粒鳳龍果吼，你對你自家本身嘅腸胃代謝啊，效果真是較好。新陳代謝夠好啊。係啊，因為有進要有出嘛。不管拍嘅也係鳳嘅，其他營養價值差唔多嘛，錯冇？公司在黃色嘅感覺最大就講以抗氧化效果過多一些。因為白色的冇白色因為伊冇一種天然的色素，黃色量有，所以講黃色的嘅感覺強。連皮都用價值營養價值都差唔多。皮就個特別咯，皮以一種甜菜根色素啊，有含量嘛過高。天葉還有嗰種類胡蘿蔔素，就變那種維生素 A 前導物質，也還有果肉膜另外還有嗰種類黃酮，類黃酮素就講啊，百香果嘛幾多，也就講啊選取了選天然的抗過敏跟消炎的一種東西。哇，按你講起來，其實買嘅鳳龍果。最好買有機嘅，因為連皮都有，全部都是海。是啊，那唔會弄嘅。皮若是講啊，出家食吼，它是唔得，你可以做涼拌，冇就
煮一下，这样再加一种地瓜粉，无就其他果冻粉等等啦，这种嘛可以做一些变化啦。阿亮，之后呢，恁研的地方有冇个规划？也係講對迄種更加會投入有機產業後生嘅有冇個建議冇？公司在種有機吼，種有機係我伊個初心係安尼，就希望講我嘅東西可以個安全的分離色，不偏離色安尼。但是公司在一種家私啊，還有一些經濟性啊，真是算起來過差一些啦。因為台灣吼，畢竟市場無安泰，所以講有機嗰種嘅通路吼，相對就較封閉一些啦，實在你嘛無安多。所以講我做有機，但是講我做，對於我來講，就講經濟性不是唯一前提嘅事件。你想愛嘛，強用想愛做好健康嘅東西本身，有機是可以嘅。但是講我做一種會存幾多錢，可能就真是有個困難一些啦。真是嗰個安度講，哇！觀眾朋友，今日聽嘅阿亮嘅介紹，人哋啊講有機農業，哇！特別安辛苦又安度講哦。嗰個大家為咗安健康嘅身體，大家一定要幫阿亮今日支持一下。今日請感謝阿亮帶來安精彩嘅故事，感謝。感謝觀眾朋友，希望有限嘅時間來面容來聊，我哋在做睇嘅好食咧。風涼哥還有木瓜，個健康分享給大家，謝謝。今日呢，作為研究，我哋聽到老師來做運動咯。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今日介紹我黃振祥來自於屏東煙囪支鄉，自己導演屏東分會，也係紀先生，也係陳先生。今日我同觀眾朋友所介紹嘅動作呢係金盆洗手。金盆洗手係一種嘅sim創功法。sim創功法係利用我哋嘅雙手合掌，用嚟去推動我哋嘅陽白骨，講我哋嘅上手關節。其他觀眾朋友都聽我哋兩隻腳打開嚟，打開嚟過後呢，我哋咧企喺下邊鬆嚟，企喺下邊鬆係訓練我哋嘅肌肉，我哋嘅肌力，也係聽一啲嘅sim創。所以我哋咧企喺下先邊鬆嚟，先坐下去，兩隻手把掌拿向合掌，拿向嚟合手嚟，合手嚟，天天嚟，手呢，我哋咧做手。面對我哋嘅肌肉、皮肉，送我到後背，佢我哋嘅上手關節，所以肩頭邊鬆嚟，手骨呢，手把掌面對我哋嘅上肉、皮肉，慢慢嘅鬆喺到我哋嘅手把掌合掌。我哋兩隻手用調彎，更加彎右手。純粹嘅時節，我哋注意我哋嘅手指嘅中間嘅肌，中間嘅肌往前延長出去，擴大我哋嘅陽白骨，講我哋嘅上手關節，上手關節邊鬆。肩頭邊鬆，天天嚟鬆到轉嚟。面對我哋嘅手嘅中線，都在我哋嘅手把掌上。我哋兩隻手用調彎，打下左手，打下個彎右手。做嘅時節，我哋注意啲，我哋都慢慢嚟用吸氣。幫我哋嘅上手關節吸氣充滿氣頭，肩頭邊鬆嚟，壓縮我哋嘅上手關節。講我
我哋嘅羊排骨。觀眾朋友也介紹呢，金盆洗手，我同觀眾朋友做一個示範講啊，一樣呢訓練我哋呢兩隻腳嘅肌力，所以我哋呢看一下表上來，我哋是把坐下去嘅時間，唔是講冇達到嘛個，啊也冇眼神也冇按呢。安尼我哋冇法度訓練到我哋呢上，我哋呢身材，我哋呢徛下坐下去，係訓練我哋呢大腿嘅肌力，我哋大腿肌力係有，也係大腿，也係我哋人講嘅天一粒身材。再過來要注意嘅地方，我哋手把掌合手嘅時節，有個人做嘅時節會樣咧，我哋呢手把掌面對我哋呢肌肉，我哋呢手嘅重心推嘅時節，有個人話咧，我做嘅都順後去。變咧安尼，吼，安尼那辦法咧？原來只伊有無強樣，也安尼輸外嘅落背嘅時節，我哋輸分安尼辦。變咧我哋呢羊排骨同我哋呢上手關節無法度去擴大，無法度去表送，也行到我哋呢肩頭無表送。我哋呢肩頭無表送咧，我哋呢頭起嘅時節會橫，起頭會過急，空間會冇，所以我哋做嘅時節，我哋要注意一下我哋呢肩頭。所以兩隻手做事往前縮放起來嘅時節呢，我注意講我哋呢手指中線要往離中間冇，我哋按呢轉對後背嘅時節。肩頭有表送嘛？肩頭表送，我哋呢上手關節表送，我哋呢羊排骨表送，壓縮到我哋呢心臟，也係做一個按摩。因為心臟係內度嘅東西，無法度去本人做一個按摩。我哋利用我哋呢眼神。來做一個按摩心臟嘅動作，也係金盆洗手。金盆洗手還有一種講啊，我哋骨骼下一些，兩隻腳個發啦，我哋骨骼下啊，個下位係訓練我哋乜嘅？訓練我哋呢大腿肌肉，兩隻手強強合掌。做個下一時，我哋呢腳會加到歸圓，歸圓唔怕，我哋圓一下，係訓練我哋呢肌肉嘅肌力，我哋呢天一粒身長都會加高強，所以喺做嘅時間，做嘅當中呢。你加到講我腳軟呢，我都表向上來。也係我哋骨骼下嘅時節嘅動作，嚇。我加到我腳軟呢，我哋都表上來，嚇，我哋都打出來。
观众朋友，我哋安尼顾下去，我感觉脚眼呢，我哋都打出来休息一下，我哋那再来做第二动作。啊，我哋做嘅時候要注意講啊，我哋咧頸肩要變鬆，頸肩要變鬆，我哋咧鬆手拿好起來哈，我哋繼續來做，我哋做嘅時間呢，我哋同樣可以起嗰個一些手把掌咧延長出。面對我哋咧沿住看，做呢時間我哋咧頸肩聽到我哋咧手向後背，肩條變鬆來。觀眾朋友，今日所介紹呢係我哋嘅金盆洗手。觀眾朋友，所到所介紹呢係金盆洗手，希望觀眾朋友好好來做，幫我哋呢心腸更有力一些。希望觀眾朋友明日一個動作呢，明日都可以做，我哋下一次拿來了。